話題咧，好多女士們咧都好中意嘅，就係講關於乜嘢叫做雙生火焰。咁乜嘢係雙生火焰呢？嗱，其實咧喺靈性圈嘅角度裏面咧，無人不知噶啦。雙生火焰咧，通常咧好多人都會覺得，會係一個靈魂咧分成兩份，咁一個凹一個凸，咁咧啱啱好咧完美地 perfect match 嘅。咁其實咧雙生火焰咧，香港個人理解裏面同埋修行裏面咧，好似有唔同嘅見解喎。嗱，今日喺分享之前咧，希望各位能夠做到訂閱、按讚、分享，支持一下我嘅製作。然之後咧，我嘅影片咧係會持續地更新，講多啲唔同嘅靈性資訊話俾大家聽嘅，大家唔好錯過啊！雙生火焰 Twin Flame， 通常咧靈性圈嘅角度咧會用靈魂咧就係用一個叫做 flame 嚟代替嘅。點解咧？因為咧佢哋好似咧我哋心裏面一團嘅火焰啊，喺你心裏面有一團火，只要咧呢團火咧不滅嘅話咧，咁我哋就會持續地去進行一啲咧唔同嘅各項嘅活動噶啦。咁其實 Twin Flame 呢樣嘢咧，即係話兩個同樣或者係類似嘅靈魂，終有一天咧會遇上，而遇上咧亦都係因為一啲嘅靈魂嘅渴求啊，或者係原因咧，而兩個靈魂咧相遇嘅。咁但係好多女士們咧，喺 Twin Flame 嘅問題咧係非常之多，呢個雙生火焰咧令到佢哋咧會好糾結。咁究竟係乜嘢原因呢？原因咧就係好多女士們咧都會覺得，呢個係我雙生火焰啊，所以咧，好頭痛啊，好頭痕。嗱，的而且確係㗎嚇，雙生火焰嘅遇上咧，係通常都會係一啲乜嘢狀態咧？一係咧就係唔能夠好幸福咁樣喺埋一齊；一係咧就係你鬧我，我鬧你，互相爭鬥咧，互相喺度嗌殺。然之後咧一段叫做好虐心，即係好似互相傷害嘅一個愛戀嘅方法。咁其實咧聽落去好似咧好虐待自己，都幾變態啊咁。喺雙生火焰嘅課題裏面咧，我嘅學員啦，即係我啲學生啦，又或者我以往嘅客人啦，都會有遇上呢個問題嘅。咁我響咁耐嘅經驗嚟講咧，我會覺得咧 Twin Flame 咧，其實點解靈魂需要用一個叫做咁同自己咁特別嘅一個靈魂，即係一個人啊，喺你面前，喺你人生當中要出現咧，主要係因為咧呢一個嘅靈魂啊，即係你自己咧，係好想咧得到一啲嘅成長啦，同埋咧更加多嘅一個感受嘅。咁所以咧靈魂嘅渴望咧，都好希望咧喺佢投胎啊落嚟做地球做人嘅時候咧，就會係用一個叫做需要有一個靈魂伴侶嘅形式嘅一個雙生火焰咧，去帶挈佢成長。咁呢一個嘅方式咧，就叫做雙生火焰啦。咁有啲人咧會覺得咧雙生火焰呢個話題咧，主要係好似兩個好相似、好雷同嘅，直情係好似咧照鏡咁嘅。一個咧就係自己嘅暗面啦，一個咧自己嘅陽面啦咁樣。咁呢個照鏡嘅模式咧，即係變咗好似自己同自己嗌交嘅一種感覺。咁所以咧，通常有雙生火焰嘅課題嘅朋友仔咧，通常都會係叫做有一個叫慘痛嘅愛情經歷啦。嗱，一係咧就係因為生病啦，即係可能另一方啦，因為病死咗啦。而去互相去為對方去執着嗰份緣分啊咁樣，咁亦都會有一種叫做鬧到你死我活啦，好似咧都唔知點解我又要中意佢，但係咧我又要咧去受佢氣啊，或者係可能會涉及一啲叫做第三者啊呢啲咁樣嘅情況都會有嘅。咁雙生火焰咧喺中國人嘅眼中咧，類似係一個叫做情定三生嘅感覺啦，即係話可能累世以嚟咧，佢嘅輪迴啊嘅時間裏面咧，係做過好多次嘅夫妻啊，做過好多次嘅情侶啊，又或者係一啲好史詩式嗰種愛情文藝大悲劇咁啊，即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嗰種啦，梁山伯與祝英台嗰種咁樣啦，就係唔幸福咯，即係個結局係唔完美嘅，唔會好似咧白雪公主同埋白馬王子咧咁樣嘅。咁所以咧雙生火焰咧係令為好多唔同嘅人啊女士們咧好心痛啊，好糾結嘅一個兩個人嘅關係嚟嘅。咁其實咧我會喺一個叫做唔同嘅層面咧去解釋一下咧雙生火焰究竟我哋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呢一啲嘅問題咧。嗱，雙生火焰咧令我諗起一首歌，呢首歌應該冇人唔識啦。你說過牽的手就算約定，但親愛的那並不是愛情，就像來不及許願的流星，再怎麼美麗也只能是曾經。
呢一首歌咧，令我會諗起咧，就係呢一個雙生火焰嘅話題咧，真係同呢首歌一模一樣嘅，就係話咧過往嘅約定咧，根本咧就唔係咧你所今生要嘅愛情啊，而同時咧就好似已經係過去，已經係一個完結嘅方式，但係咧佢係好靚嘅，好優美，好凄美嘅，但係咧你都係要同佢 say goodbye 嘅喎。所以咧有好多嘅女士們咧，就係會喺雙生火焰裏面咧，最卡住嘅原因咧，就係話我知道咧，原來咧佢同我係好多世嘅情侶啦，好多世嘅夫妻，的而且確係好有一種好凄美、好虐心嘅感覺。但係咧，再凄美、再虐心、再咁浪漫嘅愛情都好啦，都要翻嚟現實。因為咧，我哋嘅靈魂啊，要唔要選擇再同呢一位火焰咧繼續相處咧，都係呢個靈魂咧今生要考慮嘅問題嚟㗎。唔係下下都話要因為佢同我係乜關係，所以咧今世咧我仍然要黐住佢。哎呀，我哋係冇得搞㗎啦！哎呀，我哋咧係永遠注定咧都係要咁樣糾纏落去㗎啦。究竟我幾時先至可以放低我自己咧？咁其實咧，你想放低就可以㗎啦。好多時候我哋咧女士們咧係有一種叫做受害者嘅扮演角色啊，同埋一種叫做好似咧，你當正自己真係一個叫做愛情浪漫史詩式大電影裏面嘅女主角咁樣。對於呢一種嘅愛情咧，係有一種叫做虐心感。呢一種虐心感咧，睇落去好凄美、好浪漫啦，好似好抒發到情感啦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咧，我會叫佢做咧叫做愛情嘅濾鏡啊。你好似咧影相咁樣有個濾鏡咁樣啦，睇落去咧好優美咁樣。其實呢件事情咧，喺心理學又好啦，喺現實嘅層面又好啦，都係一件咧非常之殘忍啦，好似自殘自己嘅一種懲罰自己嘅感覺。咁靈魂要跳脫呢一種關係同埋呢一種嘅課題咧，就好講咧，究竟你能唔能夠認清真相，睇清楚究竟呢一個嘅男人，又或者係呢一段嘅婚姻又好，呢一段嘅愛情故事都好，係咪真係要持續？係咪真係有一個叫做未來嘅趨向性，係可以直到去見到更遠嘅未來呢？還是只係一方嘅拖拉，另一方咧好似一切都未 ready？ 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冷靜同埋冷靜，喺熱情同埋冷靜之間咧，真係要諗清楚，我哋應唔應該被一份叫做可能係叫做已經過去咗，不論係今生又好，亦又或者係前世唔知幾多百世都好，呢一段叫做過去咗嘅，係咪真係要落嚟繼續去糾纏住自己嘅人生，令到自己人生咧唔能夠成長，更甚或者喺靈魂嘅角度下係一啲都唔健康嘅？點解靈魂要選擇呢一種咧雙生火焰嘅課題嚟去幫自己成長呢？主要係因為咧，每一個靈魂啊落嚟地球咧，佢都係要學唔同嘅課題啦。而當中咧，人嘅最大嘅課題咧，就係響執着呢一度。執着啲乜嘢呢？執着同一個人或者某一件事情嘅一個心，就係唔肯放。例如呢個人曾經傷害我，呢個人曾經爭我嘢，我一定要佢10倍份還，一定要佢生世都要還俾我咁樣。咁其實呢件事情，你等同於係畫個框住咗自己，令到自己咧繼續陷入一個叫做痛苦又痛苦，即係真係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嘅感覺。咁其實咁樣對於自己嚟講係，不論你嘅高我啦，即係我所叫嘅叫做自己靈魂嘅高版本自己啦，同埋你嘅指導靈啦。上一次咧我都有講過靈性團隊啦，佢哋都會覺得係睇住你嘅進程，就係見到哎呀你又陷入去呢一個嘅氹裡面啦，你又是執着啦，你又是唔能夠放開過往嘅一啲嘅執着心，同埋一啲對於能唔能夠跨越呢一個界限嘅一個叫做可能都叫做舒適圈啦。呢一個界面你能夠跨越，只要你能夠跨越，你今世睇得通，能夠放低嘅時候咧，你嘅靈魂先至能夠成長，先至能夠咧離開呢一段嘅叫做關係。我已經唔想再同呢個人糾纏落去啦，我亦都咧覺得呢樣嘢對於我嚟講亦都唔係咁緊要嘅時候，咁你嘅靈魂咧先至能夠成長嘅。咁所以咧，喺雙生火焰嘅話題裏面咧，最緊要嘅都係嗰一句啦，認清事實嘅真相，望清楚究竟呢個人係咪真係適合自己。好多人咧都會覺得雙生火焰咧，去到最後又同屋企人嗌交啦，又可能整到自己茶飯不思啦，身體健康嘅情況都變得越嚟越差啦，又冇心機工作啦。我相信咧，就算喺靈性嘅角度下，你嘅神啊，你嘅高我啊，或者係你嘅團隊啊，都唔
希望咧你係以一種咁唔健康嘅方式咧活喺個世界上面，同埋咧呢一種等於咩啊？自我摧毀嘅一個嘅方式。咁所以咧不論喺現實生活當中，喺心靈嘅情緒當中，或者喺靈性嘅角度下，三方面身心靈咧都係一個咧唔健康嘅狀態。再次證明話俾你聽咧，雙生火焰咧只不過係一啲人咧喺浪漫嘅氛圍下面咧俾咗一個咧自己個人嘅獨特見解，令到呢件事情咧變得所謂嘅凄美啊！咁但係咧翻嚟現實生活當中咧醒一醒，拍醒下自己，喂，呢個人究竟啱唔啱自己先？嗱，通常咧雙生火焰咧就係陰暗面，我哋會叫一個凹一個凸咁樣嘅。嗱，我同佢相處咧就好似照鏡咁，見到佢咧就好似見到自己咁，所以咧自己嘅缺點啊，自己一啲嘅唔滿意嘅地方啊，都見得清清楚楚。當雙生火焰遇上嘅時候咧，佢哋最大嘅話題咧，最大嘅課題咧就係我覺得佢好乞人憎，我覺得佢好硬頸，我覺得佢淨係為自己。咁其實你有冇諗過，當你即係靜落嚟去細思諗一諗嘅時候，你會發覺呢個咁似一個人咧，嗰個邊個嚟嘅咧？就係自己啊！其實雙生火焰嘅課題咧，喺靈性嘅角度下，點解一定要有一個咁樣嘅人動喺你面前嚇？係咪糟質你咧？其實透過呢個所謂嘅糟質你嘅呢一個嘅關係啦，或者係故事啦，令到你能夠勇敢地，同埋更加能夠理性啲去睇呢一個咁靈性啊、咁情感啊嘅一個嘅陷阱。係啦，當你能夠有勇氣行動，以及知道自己原來我係因為自己慣咗同呢個人，我唔想要孤獨，我依靠嘅並非係呢一個嘅靈魂，而係我對於我自己嚟講有啲乜嘢嘅成長點。個成長點個點嗰個位呢，就係自己唔夠自信啦，覺得自己不被愛啦，覺得自己唔配擁有更加好嘅啦，等等，同埋一啲嘅安全感嘅問題，令到自己呢，或者係呢啲有雙生火焰問題嘅一啲嘅朋友仔呢，就會係有個卡住咗，知道件事情係好痛苦，但係又唔能夠離開，就係因為你嘅課題裡面有呢幾種唔同嘅課題喺裡面，你要衝破呢件事情，就係你嘅安全感啦，你嘅自信心啦，同埋你自己一個叫做能唔能夠勇敢地去相信自己係有價值啦？我唔需要咧透過一個類似係叫做模板嘅嘢咧去追求自己所謂嘅一啲都唔幸福嘅幸福啦嚇。咁所以雙生火焰嘅課題咧，並非我哋單純地去睇呢一個係一個點樣命中注定啊，一定要遇上啊呢啲。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嘅叫做盲點啦，愛情盲點啦，同埋一啲嘅謬誤嚟嘅。雙生火焰咧，更加講嘅時候就係話，當你透過呢一段咁唔合適嘅愛情啊，希望你能夠成長，希望你能夠咧更加有自信，更加愛錫自己啦。咁呢一個先至係咧，你靈魂最想你成長、最想你得到嘅一啲嘅學習點啊！好多人咧以為咧雙生火焰咧淨係得一個嘅啫，我咧冇咗佢咧就應該之後會做尼姑噶啦咁。其實咧就冇呢件事嘅。雙生火焰咧，就算你唔揀佢啊，你揀唔揀佢咧，基本上咧都唔係一個最大嘅重點。你揀佢，你就要去諗下點樣去協調，令到佢咧可以有一個叫做由唔 ready 變成 ready 嘅一個狀態。咁當然啦，你覺得值唔值投資咧，就要睇下你個人啦，有冇咁嘅時間啦，有冇咁嘅耐性啦，有冇咁樣嘅能量去花費啦嚇。咁但係你會覺得哇，我想止蝕喎，我覺得真係好變態喎，成件關係成件事都好似係大家喺度互相攞把刀插對方嘅感覺。若果係咁樣嘅話咧，咁不如靜一靜諗一諗。雙生火焰咧就並非咧就係你一過去咗咧唔要佢嘅話咧，就以後都冇幸福嘅婚姻，就錯誤嘅，未必啦嚇。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嘅靈魂渴望咧係需要有一啲更加新嘅嘢，更加未見過嘅同埋幸福嘅追求呢樣嘢。每一個人都應該係追求幸福、追求成長，就冇理由咧翻轉頭嘅。點諗咧都係覺得佢諗唔通、諗唔明嘅。所以咧，我哋若果用一種叫做情感嘅糾纏啊，去令到自己嘅靈魂咧唔能夠成長咧，咁你今生咧就真係咧有一種叫做浪費咗自己嘅時間啦，不斷咁陷入咗一種叫做咧人間煉獄嘅感覺啊！即係你苦苦糾纏，究竟到最後你得到啲乜嘢咧？不如咁樣轉個頭轉個念去諗一諗，當你冷靜咗落嚟，覺得自己可能有一啲嘢要自己或者自己退後一步去睇一睇，諗一諗係咪有啲嘢出現咗錯誤，係究竟係我自己嘅問題，還是對方有問題，又或者其實雙方都有問題。咁
其實到最後你究竟揀唔揀呢一個靈魂，佢唔係一個重點，重點係你要知道你要揀呢一個人繼續相處嘅原因係乜嘢先，有冇一啲嘅令到你有一啲叫做能夠得到幸福嘅一啲嘅感受，或者係能夠令到你有一種叫做未來可觀性嘅方向。第二就係要諗，若果我唔揀佢，咁係咪代表我人生就玩完呢？咁又唔係嘅，所以建基於呢件事情咧，雙生火焰咧嘅朋友仔咧有遇上呢個問題嘅話咧，記住啦，就係睇清楚究竟我唔揀佢，我係咪代表世界末日呢？唔係噶，我唔揀佢代表咗咧，我可能要再次去建構自己嘅信心，同埋再次建構一個更 perfect 嘅自己。咁嘅時候咧，你先至能夠咧個靈魂成長，而你嗰個人咧亦都成熟咗同埋大個咗咯。其實咧，雙生火焰呢個課題咧，好多人都會有嘅。其實我都有嘅，不過咧呢個咧圈咧，我已經走咗出嚟啦。更甚或者我會知道，雙生火焰呢個問題咧，就係一個佢借一個學習點去令我知道有好多嘢唔係我想象中，或者係我一個當時一個渴求去衝動地去建構而成嘅一件事。好多時候我哋痛苦、受過傷、痛過、愛過，但係好多嘅執念啦，唔肯放低啦，或者你肯投放咗好多嘅資源啦、愛啦、青春啦、時間啦等等啦，即係到最後望一望回頭，好似一場空嘅感覺。好明白嗰種係好慘烈地犧牲，又或者係叫做付出，又冇得到一種叫做對等嘅對待。咁但係我會回想諗一諗，成長嘅契機係乜嘢呢？成長嘅契機就係話人呢係要跌一跌，你先至能夠彈起嘅。當我哋諗下，你要踎低再起身，先至會跳得更加高。你喺呢一段嘅唔合適嘅愛情或者係痛苦嘅關係當中，你能唔能夠學習到自己究竟需要啲乜嘢？究竟當初我揀呢個人係我真係中意呢個人，還是係其他嘅外界因素影響？即係例如好似你嘅長輩啊，又或者外面啲朋友啊，全部都結晒婚生晒仔啦，都自己未做呢件事，所以咧就覺得年紀夠啦，就需要去揾一個伴，揾一個伴咁樣。咁但係其實當你未 ready，而對方又未 ready 嘅時候，只會湊合住一個乜嘢呢？慘痛嘅結局。我會覺得。我好感激就係個天能夠俾自己一個叫做雙生火焰嘅課題俾自己啊！原因係乜嘢呢？透過望住呢一段嘅感情關係，我更加認識我自己係一個乜嘢嘅靈魂啦，我有乜嘢嘅性格啦，我需要啲乜嘢？原來我自己係非常之認真對待愛情啦，亦都係一種叫做好容易會滿足，同埋好容易咧投放好多嘅愛啊過去啊！當對方有負於自己嘅時候咧，有好多嘅執念喺度。咁其實當我哋唔去放低呢啲執念咧，係會令到自己更加痛苦，更加覺得自己究竟呢段人生喺度做緊啲乜嘢？我究竟喺度點解要咁樣嚟去虐待自己？去令到好多人都誤解自己，又或者係屋企人啊等等啊，衍生更加多嘅問題。我會覺得係我好感激，就係我能夠醒過嚟，同埋咧我冇同呢個人咧會有小朋友嘅，因為其實咧，若果當初咧我會同一啲叫做唔適合嘅愛情咧有小朋友嘅時候，會製造之後更加多咧嘅捆綁自己嘅一啲嘅限制啊。要做嘅咧就係要好好地咧愛錫你自己，睇清楚你自己究竟係一個乜嘢嘅狀況。咁希望今日咧呢一集咧能夠幫到大家，幫到一啲咧喺愛情上面好糾結嘅靈魂。我哋下次再見，祝福你會有更加多嘅愛同埋自信，你一定可以走翻出嚟嘅。我哋下次再見，拜拜。